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。今日想同你哋分享一本好特別嘅書，叫做《不離職創業》。你可能會諗，唔離職點創業啊？呢本書正正就係教大家點樣用10%嘅時間、10%嘅金錢，一邊返工，一邊慢慢建立自己嘅事業。作者叫派翠克·麥金尼斯，係哈佛商學院出身。佢經歷過金融海嘯，發現一份工其實唔係想象中咁安全，所以佢提出一個概念：與其all in辭職創業，不如做個10%創業家。呢本書嘅核心思想好簡單，你唔需要放棄而家份工，都可以開始創業。你可以用工餘時間試下新嘅生意 idea， 投資下朋友嘅公司，或者用你嘅專業做顧問。作者將兼職創業分為5種角色：天使投資人、顧問、創辦人、業餘創業家、雙重創業家。你可以根據自己嘅情況揀一個最適合嘅角色開始。重點係創業唔係賭博，而係一個可以慢慢試、慢慢學嘅過程。我想同你分享第一個例子，係一個叫路克·霍爾登嘅年輕人。佢本身喺金融公司做嘢，但佢成日心思想將家鄉緬因州嘅龍蝦帶去紐約。你知啦，紐約嘅龍蝦好貴，多數係高檔餐廳先有。路克就想，點解唔可以開一間平民價嘅龍蝦店呢？但佢冇即刻辭職，而係用工餘時間同一個夥伴夾咗3萬幾蚊美金，喺紐約開咗第一間 Lucas Lobster。你估下點？開業17日就回本。佢繼續返工，直到1年後生意上咗軌道，先全職投入。而家佢哋喺全球有接近20間分店。呢個例子話俾我哋聽，你可以用兼職模式驗證一個生意 idea 得唔得，先決定係咪全職做。第二個例子係一個律師，叫希利爾·詹寧斯。佢本身係做法律工作，但佢有一個興趣，就係佢好鍾意大學足球。有一日佢靈機一觸，點解唔整一條可以播歌嘅手腕帶，俾球迷戴住嚟打氣呢？於是佢用工餘時間開發咗一個叫 Wristtunes 嘅產品。佢自己搞專利，揾投資，聯絡廠商，仲成功賣咗幾萬蚊美金嘅貨。最正嘅係，呢個創業經驗返去佢嘅律師工作，令佢更理解商業客戶嘅需要，仲成為一個更有商業頭腦嘅律師。呢個例子話俾我哋聽，副業唔單止唔影響正職，仲可以提升你嘅專業能力。睇完呢本書，我有幾個好深刻嘅體會。第一，原來創業唔一定要係全職，你可以一邊返工，一邊試新嘢，失敗咗都唔會冇咗份工。第二，好多成功嘅創業家都係由小規模開始。路克開第一間鋪之前，都係一邊返工一邊搞。希利爾都係一邊做律師，一邊做發明家。第三，呢本書最打動我嘅一句話係：你唔需要成為全職創業家，都可以有創業家思維。即係話，你可以學識點樣發掘機會，點樣同人合作，點樣承擔風險。呢啲技能，返工都用得着。對於香港人嚟講，生活節奏快，壓力大。我覺得10%創業思維真係好值得參考。唔係要你即刻做生意，而係開始投資自己，建立人脈，試多啲新嘢。最後，我想俾3個小建議俾大家。一，每星期抽少少時間，試一個你感興趣嘅小 project， 哪怕只係寫低個 idea。二，唔好等完美時機，由10%開始，慢慢試，慢慢學。三，記住，失敗唔係末日，因為你仲有份工，你仲有得再試。如果你都對創業有興趣，或者你已經有緊一個小計劃，歡迎留言同我分享。如果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下次見。
拜拜。